知啦。咁有啲唔係嘅，咁所以咧呢一次簡介咧真係簡介。不過如果你哋想深入了解，可以加入我哋協進會或者做我哋嘅神師，咁就可以深入更加了解我哋啦。咁好，咁就簡介。簡介咧就講少少嘢先，咁就之後咧有 PowerPoint 嘅咧就會好快啦，但係講簡介咧就俾5分鐘。嗱，簡介咧我哋就要講5分鐘嘅嘢，咁你哋忍耐一陣，咁咧就咁就協進會咧就喺1876年，咁咧就經過一個長時間醖釀咧，巴斯高神父正式撰寫咗持有協進會嘅手冊。咁喺1876年嘅5月9日咧，咁就獲得庇護九世嘅口頭許諾，標誌住協進會嘅誕生。咁1917年咧就獲得聖座嘅正式批准。咁巴斯高神父佢就為協進會咧就成為平信徒嘅持有會，咁即係巴斯高神父親自創立嘅呢一個全球性嘅宗座善會咧，會員係個身份咧就係教友咯，咁同埋喺持有大家庭裏邊肩負同樣嘅使命，致力教會同埋青年嘅工作嘅。咁我哋就係巴斯高神父嘅民間粉絲團，或者係一個流動嘅持有精神嘅加油站。咁我哋係會做青年嘅唔做青年嘅老闆，而係做好朋友同埋教練嘅。咁你哋喺修院咧嘅總部啦，咁我哋咧喺社會咧就係一個分店啦。咁所以咧我哋係一個愛嘅快遞員。咁即係咁，你哋會明白多啲。係啦，咁就咁講埋巴斯高神父嘅精神先啦。咁我哋都係用翻預防教育法去教育青少年啦。咁就係以宗教理智仁愛去熏陶佢哋啦，鼓勵同埋陪伴佢哋成長啦。會員致力熱心成為天主教徒同埋良好嘅社會公民，熱愛聖體、厚愛聖母、維護教宗、勤讀聖經、推廣善書同埋與工作於祈禱，同埋用喜樂同埋信德嘅生活，同青年一同邁向聖德之路。咁好啦，第2版開始就快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今年2024年度嘅週年大會。咁週年大會咧就係我哋我哋協進會嘅其中一個活動嚟嘅。咁一陣間再介紹。咁我就講翻全球總會簡介先。咁呢一個全球總會咧，咁就咁我哋個老細都係持有會嘅老細，Father 啱啱選出嚟嘅 Father Fabio。咁咧而家呢一位咧就係我哋而家東亞澳區嘅全球總會嘅負責人Melody。咁就係菲律賓北嘅。咁呢一張咧就係佢哋啱啱開完會之後咧喺總部嗰度影相嘅。咁上面嗰張咧就應該係省議會，即係佢哋全球總會嘅會員啦。咁下低嗰張咧就應該係有機會係由嗰啲11個會區嘅會長。咁有啲係我都係唔識嘅。咁全球總會會長咁Father Fabio 啦。咁頭先咧就咁持有會嘅總修會代理就係Brother Nam。女母幼會你哋我哋總修會代理就係 Father Lucia。咁咧就係呢個Sister Brother Nam 喺呢度。呢個係 Brother Nam， 呢個係 Sister。咁呢個 Sister 都係讀嘅，應該喺呢度嘅。咁就係咁，佢兩個都嚟過香港嘅。喺上一次我哋開EAO 嘅時候，2023年開 EAO 嘅時候，應該會有一張相到嘅。咁就呢一個係佢哋其他嗰啲幹事啦。我都唔係好識嘅。咁就講翻啦。咁因為呢一個係全球性嘅
善會啦，咁咧就有11個會區，有95個會省。咁我哋咧就屬於東亞澳區嘅。東亞澳區咧就有9個，東亞澳區咧就有9個會省，咁就有17個國家。咦？下邊，唔好意思，讀緊唔係好熟。好，你講，係啦，咁就係到我哋有東亞澳區嘅，咁我哋咧就有9個會省，咁咧就有加埋係有17個國家，咁就新加坡咧得1個人嘅啫，得1個代表，咁但係佢都係好熱心嘅，咁所以咁我哋都係一齊啦，咁次次開會嘅時候都會見到啦，咁就中華會省咧，咁就會有香港啦、澳門同埋台灣啦，咁因為佢哋唔屬於，所以只係中華會省嘅啫。咁其他嗰啲國家咧，開會嘅時候你都會喺度嘅。咁係啊，因為之前講咗啦，咁啊巴斯高神父咧就係寫咗係持有協進會嘅手冊啦，咁但係我哋就想改一改，就變咗係協進持有會士，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係喺2026年嗰時就要求改名，咁喺2012年嗰時咧就改咗協進持有會士。咁呢間講翻協進持有，持有就係代表慈愛嘅心去對待青年，協進咧就係協助推動一個使命，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鮑思高嘅精神，咁都係我哋要去跟進嘅嘢。咁呢一個我哋講翻我哋嘅小組生活守則啦，咁就係一個幫助我哋成為天主合作者嘅守則啦。咁有3個目的啦，加強會員喺唔同嘅環境裏邊共融團結，活出協進會會員嘅身份，同埋推動會內嘅動力同埋生命力。咁全球組織頭先講咗啦，咁我哋有總會啦、會省啦同埋中心。總會喺唔同嘅範疇裏邊咧，策劃同埋管理身份同埋會務使命。咁會省我哋喺我哋中華會省咧就會關注培育會員嘅質素啦，咁用唔同嘅組別去融合同埋推進使命嘅實踐。咁喺中心裏邊都係做翻個人嘅會員喺人性啊、靈性啊，同埋喺持有神恩方面嘅成長。咁講咗啦，咁我哋持有協進會係一個在俗㗎啦，咁就所以一定要係天主教徒啦、在俗啦，同埋持有會士啦。不過都可以係其他嘅神長或者其他嘅唔係持有會嘅神父都可以加入嘅。even 係教區啦，或者係做書記都得嘅。咁就喺各自唔同嘅世俗環境裏邊活出佢哋嘅信任。因為喺台灣都試過有書記係加入我哋協進會嘅，所以係可以嘅。我哋係有嘅。嗱咁大個家庭，咁要少少都要講下錢嘅。咁啊同舟共濟精神啦。咁就我哋咁我哋需要交會費啦，因為交咗會費咁先至可以支持上級。咁我哋會員收咗錢之後就俾中心，中心就俾會省，會省就俾總會。咁總會有咩用咧？總會就係去支持譬如話全球大會啊、區域大會啊同埋週年大會啦。咁因為有啲國家係冇咁富裕，咁需要支持嘅。因為有時譬如話你揾蒙古嘅，譬如有10個人嚟開會，咁譬如去一個地方唔需要機票啊、住宿啊，咁都需要去支持嘅。咁譬如呢啲錢咧就可以幫到咯。咁所以係每年都需要去支持嘅年費嚟嘅啫，唔係好貴。咁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東歐區域大會 EAO 啦。咁咧就喺2017年嗰時咧就喺東京做嘅。咁我哋有份表演啊！嗱，呢啲表演嗰啲咧就係着啲唔同嘅衫啦。你睇唔睇到？呢啲係我哋㗎啦，呢啲同神父喺度。咁謝修女喺度。謝修女。下邊最低嗰行。謝修女行咗去邊？家輝隔離。家輝。着咗件紅色嘅中國服。哦，呢個係，家輝係啊！我哋嗰日有好多人表演啊，所以基本上呢日好似成台都係我哋自己人嚟嘅。
係啊，成台都係自己人嘅表演。中華會省嘅成員。我哋係表演跳舞。有台灣嘅。阿神父編嘅，神父編。好多人都有幫手去做嘅呢個係好開心嘅。通常東亞奧大會咧就係4日3夜嘅，咁咧就通常喺最撈尾嗰日咧就有一個叫民族晚會嘅，咁民族晚會裏邊咧就會有各個國家都會去表演自己嗰個國家嘅一啲民族啊，做戲又好，跳舞又好，唱歌又好，都會去即係一齊去開心 share 嘅，咁係一個。咁呢一個咧就係完咗之後，我哋去旅行嗰陣時影嘅，喺船度影嘅相。嗱，咁呢一個咧就係最近啦，東亞奧大會咁咧就喺2023年，咁喺香港度做嘅。咁點解會係2023啦？2017之後到2023，就因為中間隔咗個 Covid 啦。咁嗰個疫情裏邊咧，就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啦，個個都係自己喺屋企啦。咁所以咧就同埋都已經係過咗2年啦。咁所以咧。最主要咧就係全球總會咧，佢哋需要改幹事，咁所以咧就早少少開呢一個會，咁可以變咗可以喺唔使做多幾年，唔使做多4年，因為佢哋都成6年一屆嘅，咁嗰個全球總會嗰個幹事，咁因為啱啱係阿余宗海去任滿，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東亞奧大會入邊咧，咁我哋就用咗一個下晝咧，就做一個閉門嘅會議咧，咁咧就選咗一個新嘅總會嘅幹事，咁咧就係 Melody 啦。頭先我哋喺之前見過嗰個著藍色披肩嗰個女士，咁咧就係菲律賓北嘅。咁就因為又會選舉幹事啦，咁所以咧嗰日咧就有 Sister 啦、Brother Lam 啦，咁同埋Brother Antonio 咧都嚟咗，咁係3個都係全球總會嘅幹事嚟嘅，2個神師，1個總會幹事，咁同埋唔同嘅呢啲全部都係啲 Sister， 咁就唔同國家嘅，都係冇友會嘅，咁就嗰日就喺度唱歌應該係。咁咧，但係咧，今次喺香港辦咧就時間短啲，因為係得3日2夜，因為不嬲都係4日3夜，因為係疫情啦，咁唔想做太長啊。咁因為完咗疫情，咁都唔想做到太長，所以變咗我哋係做咗3日2夜啫，呢一個咁嘅聚會。好啦，中心就係講每一個會員就屬於一個中心，每一個中心都係有。成立唔同時間啦，咁有啲有60週年啊、50週年咁，所以咧成長啊又參差咁，但係都係朝住一個目標，就係、是、大家都要發育健全。好更加快啦而家就係講到我哋中華會省，咁咧就香港咧就total 咧就有23個中心，咁就香港有12個，澳門有5個，台灣有6個，咁我就負責講香港嘅。會務同活動，咁會省嘅活動咧，咁首先就有省議會啦，省議會就係每年開3次啦，咁周年大會咧就每年都開1次嘅，咁培育講座咧就睇下嗰年有幾多，會唔會有好多嘅新會員啦，如果有嘅話咧，就會更加多嘅培育，咁退省咧就通常係1年1次啦，又或者我哋其他中心有退省嘅時候咧，都會邀請唔同嘅中心嘅會友去參加嘅，即係通常都譬如我中心搞，我就話俾你聽，俾大家聽，有冇興趣一齊嚟參加？咁所以咧會退省咧就都會有好多個咯，如果你想參加。好，第一個就係周年大會，咁咧就周年大會最主要咧就係除咗去介紹翻自己中心1年嘅活動啦，咁最主要咧都係會做翻一個新會員嘅許諾，咁就通常喺嗰度嘅，喺嗰度會做。咁但係如果係啱啱係有 EAO 啊，有東亞奧大會咧，都會喺嗰度做嗰個許諾嘅。咁呢一張咧就係啱啱係23年嗰陣時咧，佢哋喺 EAO 入邊做嘅許諾。
神師當然係好重要啦，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咁咧神師咧舊年就因為係進達40週年，咁我哋咧就梗係同佢慶祝啦。咁就順便就做一個婚姻祝福嘅典禮啦。咁佢之前做過一次嘅30週年定35週年嘅時候，30係啦。咁嗰次有28對，今次好似有42對一齊嘅。咁所以都係一個開心嘅一個活動啦。咁因為對神師嚟講，我哋去支持佢，咁唔單止係我哋自己會友啦，咁會友嘅屋企人啊，咁都係一齊去支持咯。有冇人識啊？佢入邊？咁細點睇啊？我哋都識啦，蒙生蒙大。係啦，我哋啲會友有啦，咁有啲係會友嘅仔啊。哦係啊。陳永傑。唔係啊，中海個仔啊。係啊，中海個仔就嚟咗，中海就唔喺度。咁好啦，講使徒工作，使徒工作更加簡單。最主要就有2個大2個細。2個大嘅咧就係、第一個咧就係巴斯高研習中心。咁呢一個咧就係、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係巴斯高慈協係先研習中心，咁咧就係1991年就已經開始咗㗎啦。1991年嘅9月17號開始用嘅。咁咧佢嘅宗旨咧就係履行巴斯高神父關愛青少年嘅使命啦，同埋青少年嘅學習輔導同埋成長輔導。目標就係使到在學嘅青少年於學業上面得到有效嘅協助，同埋透過多元化嘅有益身心嘅活動，發展多元化智能培育，同埋佢哋面對人嘅信心、健康咁成長。咁咧當然咧就應該係何神父去辦呢一樣嘢嘅。咁而家咧就都好多年啦。咁就我哋而家好多時都會喺唔同嘅節日裏邊都有聯歡會嘅，譬如話過年啦、中秋啦、聖誕啦、復活節啦都會有活動，有聯歡會嘅。咁正常嘅咧就有水墨畫班啦，咁就routine一個月都應該有一次嘅。咁就譬如話啲旅行啦，旅行咧就通常都會係喺暑假啲暑期活動咧，佢哋就會有㗎啦。咁今年都係有翻去翻白泥做一個生態遊咯。咁第二個咧就係青年中心。咁青年中心咧就喺以前咧就係慈幼會自己啲神父同埋修士喺聖類斯度做嘅。咁喺呢幾年咧就俾咗我交託咗俾我哋協進會去幫手做。咁因為又係疫情啦，咁我哋就喺2023年嘅10月29號重開，咁都係喺聖類斯嘅操場。咁喺操場裏邊咧，咁逢星期日嘅下晝2點至4點，咁就譬如話routine 嘅咧就應該係有啲board game 啦，同埋單車啊咁嗰啲球類啊，咁大家一齊玩嘅。咁都係啦，復活節啦、聖誕節啦，咁咧就會有活動啦。咁聖誕節咧就一定有抽獎嘅，咁所以咧都係一個開心嘅活動嚟嘅。咁呢2個輕啲嘅咧就係喜樂社啦。喜樂社咧就係由梁明道衛冠立中心負責嘅。咁呢個咧就係東涌嘅一個工作嚟嘅。咁就係啦 routine 咧就係都係喺東涌天主教小學度做。咁咧就如果聖誕節或者係復活節咧，你都會有聯歡會嘅。咁平時咧都會係有啲生活體驗班啦，譬如話咩生命教育工作坊啦，而國畫體驗班咧就係應該係個禮拜都有嘅。咁譬如話暑假就有暑假活動啦，一定係出去玩嗰啲啦。咁所以咁同埋喺疫情裏邊咧都停過嘅，咁但係佢喺疫情嗰時咧就會派一啲疫情嘅禮包俾佢哋嘅，咁所以都一路都 keep 住即係有啲小朋友或者有家長會嚟嘅，咁所以都冇甩到嘅呢一個工作。咁聖誕漫步咧就係由一班
我知咧就應該係大埔區嘅一個 choir，咁就聯同阿陳神父一齊去辦嘅呢一個聖誕晚報，都已經有10年㗎啦，咁就10幾年，咁咧就喺天星碼頭度辦嘅，咁咧就今年咧係12月19號，如果有時間得閒嘅，可以去一齊去玩，係由1點由1點去到9點嘅，係啦，咁當然啦，唔單止係唱歌嘅，咁就可以有有填色比賽，係啦，咁同埋填色比賽唔單止係喺嗰度嘅，咁應該有機會會係譬如話俾一啲學校，咁之後去填游完之後就或者有啲交翻翻嚟。係啦，交翻嚟咁樣就由大會度睇下邊一陳神父，一定係陳神父去評審，咁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啲都係即係佢哋去策劃同埋去做嘅呢一個，咁當然啦，唔係淨得佢哋自己嘅，咁我哋會省都會有當日都會有人去幫嘅，同埋去派禮物啦，因為亦都會有啲小禮物會派俾啲行埋嘅人，咁如果唔係福傳禮物。哦，福傳禮物係啦，咁就會派俾一啲即係去坐船啊，或者唔坐船嗰啲。咁試過有一次都好似係上船度一齊去唱嘅。咁所以咧睇下今年會唔會上船啊？上到。哦，咁都係會喺翻嗰個碼頭度，天星碼頭咯。有興趣嘅1點至9點，隨時歡迎加入唱歌，做話劇都得，有話劇去幫手去做㗎。咁所以歡迎大家。係啦，中心活動，咁而家就講埋嗰12個中心。咁講12個中心之前咧，就譬如我講一講，即譬如話好多我哋協進會嘅會友咧，就比較係資深嘅教友。咁資深教友咧就比較被動啲啦，咁同埋少啲工作，咁所以咧好多時都會係用支持協進會嘅工作啦，協進會會省嘅工作啦。同埋有機會係參加同支持啦，咁所以咧就佢哋未必一定有自己中心會有一啲特別嘅工作。咁頭先有2個中心有特別嘅工作啦，咁有啲如果佢係附喺自己嘅堂區咧，咁就一定會有工作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咁都會係即係盡量去支持同埋去參加我哋省議會嘅活動啦。咁聖尼斯中心咧，佢哋有一個一定有嘅就係拜拜暑期天啦。逢係暑假尾，咁咧就通常咧就會喺聖尼斯度做嘅呢一個。咁咧就係一齊玩啦，一齊食啦，飲食，有遊戲玩，有嘢食，咁有禮物派，咁就等你哋開開心心咁過完呢一個暑假，咁就開工啦。咁麗達中心，咁佢哋咧主要都係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個賣界水仙花嘅義賣籌款啦，每一年都會有嘅。咁就當然啦，舊年係又係隻修女嘅50週年啦，咁當然要去支持啦。咁同埋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哋都會係除咗一個咁自己一個節目之外咧，其他咧多數咧都係譬如話中心自己慶祝啦，或者係都係啦參加會省工作。咁聖母升天都係啦，佢哋本身喺自己嘅堂區係冇特別嘅工作，所以都係全部支持參加所有協進會省議會嘅工作同埋活動。宗教指導中心呢個中心係大中心嚟嘅，同埋咧好資深嘅啲中心。咁同埋唔係啲人好資深，而係啲人嘅資歷好資深，咁同埋咧佢哋真係做好多嘅工作嘅。咁佢哋唔單止係做我哋幫助協進會去籌辦一啲譬如話退省啦，咁佢哋自己本身都係有教導理啦，咁同埋負責堂區嘅工作嘅，咁所以咧人才鼎盛，非常之好。咁中華聖母中心咁咧就佢哋真係資深會員啦，咁得幾個嘅啫，咁所以咧佢哋都係盡量支持嘅啫，其他就冇啦。支持呢一個係我哋嘅今年嘅退城唔係朝聖，今年嘅朝聖，今年禧年朝聖，
咁所以都係唔係，希臘朝聖唔係呢個咩？我哋朝聖唔係呢個，佢哋自己朝聖。哦，佢哋自己嘅朝聖。即係嗰陣時未到，唔好意思。好，聖方濟沙雷斯，咁呢一個我哋啦啩。呢個周年退省啊，佢哋周年佢哋自己嘅。哦，因為佢嗰個地方係林作偉神父嘅周年退省。哦，今年4月嘅佢哋，今年嘅佢哋係幾個？半日嘅啫。咁呢一個嗱最近啊，呢個一定係呢個最近啊，呢個係巴解暑期添，咁又係佢哋都係又係因為佢哋附設喺學校啊，咁變咗冇特別嘅工作，咁所以都係支持同埋參與協眾會嘅工作。咁當然啦，有神師喺度，咁可以譬如話自己做下退省啊，去下小嘅旅行啊，咁都會有嘅。聖安多尼中心，呢個中心係我嘅中心，咁所以我係講多啲。咁本身咧就因為附設喺堂區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2個主要嘅工作。第一個咧就係堂區嘅退省，咁就係負責去幫手去做嘅。咁就譬如請神師啊、場地等等嘅嘢都會去幫手一齊做。呢個係舊年嘅潘神父嘅。咁就舊書義賣咧就係每一年都會有嘅一個節目，就因為咧即係都要籌錢啦，咁同埋都喺暑假個個都會換書啦、換下櫃啦，咁所以咧義賣舊書義賣咧係非常之踴躍嘅。咁但係即係捐書就好踴躍，但係咧就買書咧就唔係好踴躍。不過咧個個都樂意捐錢嘅，所以我哋都唔介意，咁所以都開心嘅。咁我哋自己中心咧，基本上咧都會譬如話神師生日我哋會食飯啦。咁譬如話啲大時大節都會去食飯嘅。咁聖誕節咧通常都有聯歡會，今日係我生日咧，所以一定會我一定會搞。扎菲林中心，咁咧就扎菲林中心咧就比較一個靜嘅中心，咁佢哋咧就好神聖嘅，做埋啲嘢都係好神聖嘅，咁所以咧就通常都係盡量，佢哋係幫手聖堂做一啲朝拜聖體啊咁嗰啲工作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哋自己好積極，但係咧就我哋省議會咧就少咗啲，咁因為通常係撞我哋開會時間啊。因為佢哋係晏晝2點至4點鐘嗰個朝拜聖體，佢哋負責，咁變咗有時佢哋係嚟唔到開會，咁所以咁但係都係可以原諒嘅，因為做緊天主嘅工作啊嘛都係。好，雷明道衛官啦，咁咧就頭先講過啦，咁佢哋咧就係做東涌嘅喜樂社，咁喜樂社咧就因為個個禮拜都做啦，咁所以咧佢哋開始就用就跟堂區多啲，因為想。唔單止做小朋友，咁就希望做埋家長。咁如果你譬如想有家長一齊嘅話，咁你附設喺堂區嘅話，譬如話佢哋可以去參加舞蹈班啦，或者參加堂區嘅一啲活動啦，咁你咪可以有更加多嘅親切感咯。就唔係淨係即係2點至4點之後先放啲小朋友嚟。咁如果你譬如話啲家長一齊做嘅話，咁你咪會有更多嘅感染力啦，等佢哋。啲都可以 recruit 多啲嘅會友咯。庇護9世中心呢個係唯一一個英文中心，就係溝通上咧就係冇問題嘅，人哋就因為有人負責嘅。咁咧就而家咧就換咗個會長，咁之前咧就係係先 Sushi 喺邊度？之前咧就係呢一位咧做會長嘅，咁而家咧就轉咗係呢個 Rose 做會長。咁即係全部都係講英文嘅，咁阿 Sushi 咧就識講中文同國語嘅，所以咧就冇影響嘅對我哋嚟講。咁佢都係一樣咁樣做 communication 嘅啫，同我哋去溝通。咁就阿 Rose 咧就要中文譯英文啦。咁呢一個 AI 可以做到嘅，所以冇影響。咁佢都會盡量支持堂區嘅。咁同埋佢哋每一個月都會有一啲新移民嗰啲彌撒啦。咁阿陳神父開啦，咁佢哋開會嘅時候都係。阿陳神父做咗佢哋嘅神師，咁所以變咗陳神父都會係好睇住佢哋呢一班人咯。李立德中心，咁就都係啦，呢個係新嘅中心啦。咁佢哋都係依附喺聖猶達堂啦。咁喺聖猶達堂佢哋都有工作做嘅。
咁所以咁就同區嘅工作啦，咁就會盡量會支持我哋省議會嘅工作啦，同埋活動。耶穌聖心中心，咁頭先講咗啦，咁佢咧就係、做一年做一次大嘅工作咧，就係、做聖誕漫步啦。咁就佢哋咁有譬如話填色比賽咁有頒獎啦，咁就聖誕漫步啊。填色比賽個場地。係啦，呢個係舊年嘅場嚟嘅，咁就因為係當日咧就可以當日去做畫畫嘅，即係填色嘅，咁又有另外個咧就係可以係學校嗰啲咁咧就去報名嘅，係啦，咁舊年係手作有個手作，舊年就係有兩款嘅，一款咧就係手作咧就係學校嘅，咁呢個填色嘅咧就係嗰日即場嘅。總結思想，咁就係慈幼會係一個普世嘅宗座善會啦，咁就係同慈幼會共享一個總會長，同一個巴斯高神恩同埋一個使命，咁每位會員都係名副其實嘅公教徒啦，同埋在俗嘅慈幼會士。多謝。有興趣嘅可以加入。最緊要嘅，我帶咗呢一個嚟，你哋可以每人攞一個。呢一個係我哋東亞大會嗰陣時嘅 souvenir 嚟嘅。繼續話俾你聽嗰個。我哋呢一個嘅主題係齊家校務共揮發，呢個係阿陳神父嘅大作。係啦，咁呢一個叫咁就喺嗰度可以大家每人攞一個，一定有。多謝。仲有澳門啊，澳門同台灣，我講完先。即係各位修女，大家好。都好多謝母幼會今次即係對我哋咁關注啦。咁其實咧一直以嚟咧，母幼會修女對我哋嘅支持係好緊要，同埋係好盡責嘅，係好用心嘅。呢個係心中話。因為我都接觸咗好多位母幼會嘅修女嘅，蕭修女啦、崔修女啦、謝修女啦，仲有係即係會省城啊，即係修女，仲有其他中心㗎啦。咁咧我所講嘅咧就係深入少少，就係兩個地區嘅，就係台灣中心啦，同埋台灣區啦，同埋澳門區嘅。咁喺1906年嘅2月3日咧，就嚟到澳門啦，係雷明道主教嗰陣時係神父啦嚇，率領咗首批嘅慈幼會士就去到澳門，咁係第一個落腳點啦。咁喺1909年咧就創立咗贊助員會，即係而家我哋嘅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啦。咁係成立咗嗰個中心咧，就係而家嘅澳門中心。咁可惜咧，喺佢哋殉道咗同埋第2次大決戰之後咧，嗰個期間咧，個會務就平靜咗落嚟啦。咁去到1955年咧，就由慈幼會中華會省委派咗胡安德神父咧，就做贊助員會嘅總神師，咁就再重組贊助員會啦。咁係改革會務啦，首先係將進教之友善會咧係合併埋落去，即係推介俾協進會啦。咁當時嘅神師咧就係余子潮神父，好耐㗎。咁後來咧，中華會省咧由鮑思高贊助員會咧就係改名為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我哋簡稱咧就係慈幼協進會。咁慈幼協進會澳門區咧喺1999年咧喺澳門咧嘅特別行政區咧都註冊咗，成為一個非牟利嘅
宗教團體。咁澳門咧就有一個中心，就係頭先我所講嘅慈幼中心同埋沙圍湖中心咧，亦同埋馬沙利羅中心咧，已經係佢哋嘅身份係喺身份證明司嗰度咧註冊咗做社區團體，因為之前咧係註冊嘅，後來咧係成為一個社區團體嚟嘅，即係更進一步啦。咁咧，澳門咧係為咗讓本會嘅會務工作更加改善咧，澳門咧就決定咗喺2009年12月28日咧舉行咗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嘅第一屆會員大會同埋幹事選舉。咁任期咧就係2010年嘅1月1號到2011年嘅12月31號，即係2年。咁咧，澳門咧係1909年創辦咗慈幼會啦，就即係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嘅澳門慈幼中心，係我哋中華會省嘅第一個中心。咁澳門呢個中心咧，原先係好多會友嘅，咁都係因為年紀大啦，咁有啲就去世啦，咁所以咧新嘅會員加入咧唔算太多，所以佢哋嘅會員都係年紀偏長嘅，咁佢哋都有神修啦，同埋有家庭玫瑰嘅。咁1981年咧成立咗沙圍湖中心，係何廣寧神父當時推行嘅，咁就係第一個嘅青年中心。呢個就係沙圍湖中心，咁佢哋會參加堂區嘅感恩祭嗰個泳團嘅。佢嘅神師係孔志剛神父。呢個都係沙圍湖中心，都係參加堂區嘅活動。我頭先見到嗰個咧，廣寧閣啊，應該係紀念何廣寧神父。咁第二個咧就係麗達中心嘅創立人係杜少卿修女。咁佢當佢調職到去澳門嘅時候咧，喺1994年咧就創立咗聖馬沙利羅中心，都係喺澳友會嘅地方啦嚇。咁佢哋嘅服務對象咧係單親家庭。呢個佢哋例會啦，每個月1次嘅。咁佢哋慶祝30週年啦，人唔係好多。呢個咧就係佢哋嘅聖誕聯歡啦，人多啲啦。陸修女喺度啊，都係款待單親家庭。咁另外一個咧，係聖母無原罪中心，喺2012年成立嘅。佢哋會員咧多數係教育工作者。呢個就係佢哋年輕啲㗎嚇，佢哋。呢個咧就係新成立嘅歐培拉中心。歐培拉中心咧喺2024年成立嘅，佢哋嘅成員咧多數就係包青網嘅青年人。呢個係歐培拉中心。咁歐培拉中心咧係鮑思高青年網絡，係以鮑思高神父嘅預防教育法嘅精神咧，為青少年提供咗有益身心嘅途徑，協助佢哋咧喺人生路上咧係健康咁成長啦。嗰個中心部分嘅成員咧就係我哋協進慈幼會士啊。為咗使到青少年更加能夠嗰個青年嘅事工更加能夠彰顯慈幼精神咧，咁佢哋咧就特別邀請咗中華會省咧接管咗呢一個事業，因為佢哋一路以嚟係用個精神，但係冇實名嘅。咁咧當時咧我都同神父其實成日都去過，同神父開咗幾次會啦，咁就係接受咗呢一個邀請。咁我哋咧就派咗2位咧係澳門嘅理事，因為頭先我有話後尾成立嗰個理事會啊，個理事咧就出任佢哋嘅監事，咁咧就係負責監管嘅工作。台灣咧就係因為咧我喺台灣嗰陣時咧曾經聽到一個會友講啦，話台灣台北同
屏東佢哋嗰度啲人咧係老死不相往還嘅，咁呢樣嘢咧冇深刻。咁啊為咗使到佢哋咧去藉住培育個機會咧，係探索回祖嘅生平啦，係竭力承擔佢哋嘅使命咧，同埋凝聚全台共融合一嘅精神咧，就舉辦咗一連串嘅培育聚會。呢個咧就係培育聚會啦。呢個喺台北鮑思高中心舉行嘅，中間嗰個咧係狄光總主教。嗰次講座咧應該係斐蘭峰神父，嗱呢個係斐蘭峰神父係前會長啦，即係佢落咗任之後咧，邀請咗佢去培育我哋嘅。咁呢個都係狄光總主教頭先嗰個，狄光總主教佢好點講啊？好凝重佢嘅身份，因為佢係協進慈幼會士啊。佢話：我係協進慈幼會士，我要做啲咩咧？我應該做啲咩咧？呢個咧就係嗰項下方修女為我哋做嘅培育，就係今年嘅1月4號去到台中嘅南投耶穌聖心堂。呢個係彌撒啦。咁咧有好多位中心神師嘅，呢係中心嘅修會代理咧共祭啦、感恩祭。咁咧呢度有2位咧就係新任嘅，啱喺嗰個當時我哋選咗2位台灣嘅區代表。咁咧嗰個呢個咧楊景明咧係我哋會省幹事嘅代表，呢個咧係服務基金代表。我哋每一個中心咧就係按所屬嘅院校嘅需要咧，策劃佢哋唔同嘅工作嘅服務工作。咁咧第一咧就係協助同埋支援各中心嘅慶禮院啦嘅物資同埋工作等等。第二咧就係用金錢啊物資係舉辦活動啊，向單親家庭提供服務嘅。台北路華中心咧就會去到偏遠嘅地區咧去服務。咁佢哋嘅服務內容咧包括唱歌啊、祈禱啊，或者係煮嘢食啊，教佢哋啲婦女插花啊咁樣嘅。咁咧就係同佢哋講聖經故事啊、道理嘅課程等等。咁並同埋咧會帶啲食物咧上山去到咧大顯身手啦，為嗰啲青年啊或者為嗰啲山區嘅人嘅教友啊提供接待。呢個係台北鮑思高中心，呢個中心咧又係當然都好多會員嘅，咁都係年紀一路偏大啦，咁有啲入咗老人院啊，有啲過咗世啊咁，提到過世咧就呢個中心之前有一個會長叫做周巨夫，咁佢喺16號下晝咧就返咗天主道，咁請大家去祈禱。呢個咧就係鮑思高中心同盧華中心嘅慶祝活動嚟嘅，咁佢哋齊影翻張相留念啦。台北鮑思高中心同埋盧華中心一齊參與我哋嘅視像會議。呢個台北盧華中心佢有好多活動啊，佢哋中心咧比較年輕一啲啊，咁所以咧佢哋有好多活動啊，有好多服務啊咁樣嘅，即係以佢哋嘅中心咧就真係好突出到我哋嘅慈幼精神。呢度咧應該係台北盧華中心同埋鮑思高中心一齊參與一啲講座或者神修啊咁。呢個就係佢哋喺山區服務嘅合照啦。呢度合嗰啲圖全部都係山區嗰啲細路仔。呢個係南投中心，因為南投中心咧係特別啲嘅。南投中心曾經一度咧會員去到200人，係好耐之前嘅事啦。咁後來咧，因為有個神父去到嗰個聖堂嗰度服務咧，就將所有善會都刪除晒。咁所以咧連協眾會都冇咗。咁停到咧2013年咧，
我哋再邀請翻佢哋翻嚟。咁佢哋之前嗰個神師係好好，同埋有一個堂區主任司鐸都好好嘅，跟得好足。即係我哋有咩活動，佢都會同我哋一齊。咁但係而家就調咗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恆朝明神父咧，佢係因為心臟病，咁所以咧就都調咗去第度。而家嚟咗另外一個劉連玉神父咧，同我哋嘅主席應該有啲啲，所以好可惜啊！咁佢都應承咗做我哋神師嘅，咁但係被動咗。呢一個係台南聖若瑟中心，又係以前有好多兄弟姊妹嘅，而家都係年長啦。咁呢個中心係有一個會員係薛井蓮神父嘅媽咪，神師係黃建軍修士。咁神父咧，薛井蓮神父咧，好多時都會為佢哋開彌撒啊，開會嘅時候參與個會議啊咁樣。咁呢個嗱，一齊參與佢哋嘅會議啊，一齊啦。因為聖母玫瑰中心嚟嘅，咁聖母玫瑰中心咧，會長咧就係張梅晶女士，咁咧就係翁修女媽咪。張梅晶女士係好值得表揚，因為咧我知道咧每次開會咧，佢會揸架車去火車站咧去接啲會友去開會。咁我哋嘅任務咧就加強我哋嘅使徒生活啦，係整合家庭嘅元素啦，就使到我哋嘅靈修同埋喺傳播協進事友會士嘅魅力，係將我哋嘅魅力去發揮出嚟，讓大家都認識，希望多啲人參與。咁每一位會員咧都係被鮑思高神父嘅與我靈取其餘嘅精神所同化嘅。呢個咧就係我哋與我靈取其餘啦。咁呢個都係取錄咗一啲我哋中心嘅香港我哋嘅中心嘅活動啦，同埋服務啦。呢個中心鮑思高研習中心。咁呢個咧應該係畫班嚟嘅，呢個係一啲遊戲嘅。好啦。就係我哋明年咧就係150週年，因為頭先一開工就講就話，我哋喺1876年5月9號係口頭成立，咁之後咧就出年2026年咧就係5月9號咧都會喺意大利咧都會係有個全球總會開會嘅，咁都會係會有慶祝咯150週年，咁希望大家有機會嘅一齊去參加。咁啱咧，明年咧都係我哋全球大會，咁所以都係嗰個日子裏邊。咁仲有咧就喺香港咧，我都計劃緊咧一個朝聖之旅啦，咁一個活動嘅，咁就係計劃中啦嚇，就台灣嘅人嚟香港，跟住去澳門，跟住去韶關，咁希望咧都睇到，因為雷明道主教係創立我哋協進會嘅第一個嚇，咁所以我哋都去韶關睇一睇，咁到時咧希望大家為我哋嘅工作祈禱。可以歡迎。多謝晒兩位牧用同埋石華嚇，咁原來佢哋嚟咧唔單止帶個心嚟嚇，仲帶好多厚禮俾我哋，又重又厚嘅禮嚇，咁多謝晒兩位嚇，咁我哋都有，不過我哋咧就輕情意重，咁貴精不貴多，好多謝晒。咁啊，各位影張相留念。